西藏王臣记记载，阿里呢是大象与野兽区，这怪不得松赞干布的妹妹在嫁给象雄王里弥夏以后，用美妙的歌声唱道：“我们的一份饮食是鱼和麦子，吃也吃不完。”这说明当时的古象雄王朝呢，可以说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处在鼎盛时期的古象雄王朝，难道真的是被一场无法抵抗的天灾导致消失的吗？象雄王国，最多的时候，肯定在800万以上，到8000万，然后这个到现在就是那个8000万或者是800万那个中间那个，都整个包括好多藏区，还有一些尼泊尔的边缘和印度的边缘，那些都包括进来了。但是现在目前光阿里只有8万人口，是因为阿里土质变化土地沙漠化，那个土地养不了那么多人，人就慢慢流散，然后就成了现在的那个地广人稀。主要原因是战争和政治的这个统治然后气候又占一部分的原因。这一边是兴盛强大的象雄王朝，而另一边呢是占据着青藏高原一角的吐蕃王朝。吐蕃王朝仅仅是一个由雅隆部落兴起来的小王朝，象雄王朝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当时并不强大的吐蕃王朝消灭掉呢？公元7世纪初，13岁的松赞干布即赞普卫，这位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赞普，开始致力于政权建设，建立了完备的以赞普为中心、高度集权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同时还制定法律、税制，任用贤明的大臣，采取许多措施，鼓励百姓学习和运用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牧业生产，使吐蕃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迅速呈现中兴之势。面对吐蕃王朝的兴起以及政治野心极大的松赞干布，当时的象雄王怎么就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呢？根据本教的记载和东方出土的这个经文记载里边，详细有个记载。这里边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过去呢，就是象雄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还有象雄的很多成就者作为这个吐蕃王的过世所以说呢，他们相藏之间有一定良好的关系。后来一直延续到松赞的时候，松赞的这个秘密呢，就是讲到这个象雄王这叫刘明察德文这个国王。刘明察德文的国王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非常注重这个修行，所以说呢，就是也没有对于这个政治来说，他的这个政治意识不强所以呢，刘明察德文那个时候作为这个象雄和这个吐蕃这两个分的话，就是说象雄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吐蕃还是比较渺小。松赞干布如果要消灭一个比他强大数倍的古象雄王朝，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虽然这历史上有很多以少胜多的战役，这松赞干布消灭古象雄王朝，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战略呢？本教经文记载里边有，还有这个东方出土的这个象藏这个历史里边也有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松赞的秘密塞玛嘎嫁到了象雄王是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心态来去嫁给这个象雄王。那么象雄王的这个整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由于这个吐蕃呢，就是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把这个塞玛嘎跟吐蕃寄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说这个把这个你要是想这个杀象雄王的话，这个象雄王呢远出门的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这个森巴朗格金秀那个地方，他去森巴朗格金秀。那么森巴朗格金秀去的过程中，有一个地方叫东坡和塞坡，那个地方是可以杀给这个象雄王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故事。最后呢，就是按这个信封来去
吐蕃王呢，就是实际行动去这个东坡和西坡那个地方去等待这个襄襄王。襄襄王最后出现以后，把这个地方抓了，最后把这个襄襄王再杀了，在那个地方。在这里呢，我们不得不分析一下当时古象雄王朝的疆域。据藏史本教源流记载，象雄与克什米尔相连，北呢接于青海西南地区，南抵印度和尼泊尔。那么它的疆域真有那么大吗？松赞干布怎么可能一下子消灭掉一个地域像这么宽广庞大的象雄呢？襄雄的王朝的这个当时的疆域记载是在本教的这个很多历史里边有这个记载，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它的中心是应该西藏阿里那一带，尤其是西藏的这个阿里的这个一个叫做穹窿阴城，现在也可以说穹窿阴城这个地方主要于中心，然后游到这个大到什么呢？就是说阿富汗，然后克什米尔、伊朗，然后在印度的有些地方，现在印度的有些地方和这个拉达卡那些地方，然后到整个阿里，然后到这个西藏的南部，就是山南那一片，然后一直到青海还有新疆那一带，都是属于过去的这个象雄的这个地片。现在还有一个叫做西藏的长度那一带，也是象雄的一个地盘。所以说这个过去的这个象雄呢是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古象雄王朝的灭亡，看来不是一个松赞干布的政治野心所能消灭的。那么又是谁彻底的消灭了古象雄王朝呢？王朝消失以后的古象雄文化似乎也一并消失了，这里边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它为何消失得如此彻底，如此无影无踪？古老的象雄文明真的淹没在阿里的黄土废墟中了吗？为何没有详细记载这段消失的文明呢？探寻真相，寻找文明。藏地密码：古象雄王朝消失之谜正在播出。热烈祝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祝福西藏，西藏繁荣昌盛，未来更美好。我爱西藏，我爱祖国。扎西德勒，祝福西藏，巴西德勒。我听到过这么一个传说，不知道是否属实。说是在8世纪中叶呢，赤松德赞时期，也就是用了一个巧计，使不时叛乱的象雄完全归顺在他的统治之下。那么真有这么一回事吗？对，刚开始怎么说呢？就是象雄的有些地方呢，就是象雄国王不参与政治，他比较注重修行。那个时候上层前面有这个吐蕃王25代吐蕃王的时候，也有了这个怎么说呢？跟这个没有争论，但是呢，开始吐蕃已经扩大了，象雄的有些地方开始受到这个吐蕃之下。然后慢慢上层的时候被杀了这个象雄王，最后呢，象雄的地盘完全是收回到这个吐蕃之下，是赤松德赞公元8世纪的时候，赤松德赞的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完全，所以说它有一个过程。哦，原来是这样。可是象雄这个王朝的名称又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呢？让我们来回顾一段历史吧。公元846年，吐蕃王朗达玛进佛，随后被暗杀，吐蕃从此走向分裂割据。公元10世纪20年代，吐蕃王朝的王室后裔班考赞被奴隶的起义军所杀，他的儿子率领100余人西逃象雄，控制其地，并称象雄为阿里。至此，一代文明古国象雄王朝就彻底的在青藏高原上消失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战争这个词儿并不新鲜，因为战争造成王国王朝灭亡的故事呢也多不可数。但是不管怎么战争，一个民族一个王国的血脉总是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呢得到延续。比如犹太人就曾经在上千年的历史中颠沛流离，但是民族的血脉还是保留了下来。象雄王国就算是被战争所灭亡，
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后人或是文化传承吧。湘雄文化的后世影响，可能最主要的同样是本教文化的影响，因为本教文化的影响一直到发展到后来以后，跟佛教融合，佛教和本教之间实际上现在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很厉害，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的一些很多像天文理算呐、医学啊，这些很多方面的影响都有。因为比如说一个医学方面的，我们在东方文献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医学方面的文献，比如说有一个针灸方面的文献，有几个那时候的针灸方面的文献，在东方文献里面就出现过。刚开始有人研究东方文献里面的针灸文献，很可能跟汉族医学当中的针灸有关系，很多人这么认为。但是后来中国医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研究院还是叫什么？那个蔡劲峰教授经过缜密的研究以后，他认为跟汉传的针灸这个系统还关系不大，它来源于湘雄西部的一个湘雄的一个文化传统。这个说明啊，这个古代这个湘雄啊，不仅对这个在宗教本身对这个藏族文化的影响很深刻，在医学方面也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甚至比如说中央民族大学的图特民族教授进行过研究，并且一字一句的进行过对照。他认为这个佛教的四部义典来源于本教的四部义典，这是经过学术界的一个研究和那个研究的一个结论。这同样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个本教文化当时的湘雄文化对后世文化的一种影响。在推测古象雄王朝消失之谜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那就是为何关于这个古象雄王朝的史料记载极少，好像这个王朝并不存在一样呢？关于象雄王国灭亡的历史记载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说有一个叫丹泽仁钦写的有一个象雄，他实际上写的不是象雄，他写的是那个冈底斯山的一个历史。冈底斯山支实际上这一块地方的文化、历史、宗教都包括在内，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目前为止是描述古代象雄18王国最详细的一个资料之一吧。完了以后呢，在一些关于这个琼这个神鸟的信仰和它的一些历史记载当中的这些有一部分文献叫做琼热，琼热实际上指的是历史，就是琼的历史。这么一些文献资料当中，对象雄王国的灭亡啊，这些方面都有记载。因为琼本身神鸟本身跟象雄的起源和有很深刻的渊源关系，所以这些文献里面有一些记载，但是文献记载不是很多，都是晚期的。从那个象雄留下来后裔的文字记载和藏族那个松赞干布后来的那些记载，还有什么周边国家，还有那个敦煌文献，大量有那个当时的战争情况呀，互相发的那种战争的那个情报呀，都反正比较很齐全的有资料。可以说年代，可以说什么什么人参加过，什么什么人参与过，这个都有很有详细的记载。古老的象雄王朝就这么消失了，不禁让我觉得有些惋惜。毕竟那个古老的年代能够产生如此高度的文明，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如今呢，我们只能通过民间的传说、零星的文献以及残存的遗迹来想象或是推测那时候的辉煌的灿烂场景。也许在阿里的某个地方呢，还仍旧埋藏着这个神秘王朝的遗迹和它的历史。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象雄历史画卷。好，欢迎收看《藏地密码》，我们下期再见。